1995年5月初8，丁丽君伫泰国清迈度假时气骨发作，抢救了后也是无救。当年43岁，过身的消息，互各界拢惊到，嘛感觉真可惜。为着要表扬伊爱国情操甲演艺成就，政府特办保养令。北京奥运盛会伫台北时间2008年5月初8早时9点，登上世界最高峰圣苗峰。公顶队伫透早3点半出发，伫零下27度的低温。编辑风速7级到8级，上强阵风12级的挑战之下，总算克服难关，达成奥运盛会登上圣苗峰。另外，伫国内1970年5月初8，台湾第一座全自动、以冠化作业的电动屠宰场伫桃园路德正式启用。伫1940年代，欧美先进国家陆续采用电动方式，目的就是为着要取代无下人道屠宰方式，以及改善屠宰场卫生条件、以冠化的设备甲检验制度，提升肉品的卫生，才会当保障消费者的健康。